推测你未来是掏粪的。我没事的，孩子。不，我不相信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掏不掏粪我说了算。孩子，凌晨3点了，早点睡吧。不行，我要学到晕倒为止。妈妈，我考上大学了。我是一场你都学晕倒了，你赶紧歇歇吧。妈，录取通知书到了，太好了，孩子。哼，我就说算命的不准吧，掏不掏实我说了算。医生，我准备好了。肛肠辘辘，你已经说我算的准不准吧？什么用吗？我这破题有什么用？怎么在撕题呀？这破题有什么用？我还不是陷入了掏粪的陷阱。这破题 Jeopardy 名词险境。这破题 Jeopardy